啊，竟然有蓝光过滤器耶，免费蓝光护目镜哎，啊，缓解疲劳，帮助睡眠哎，舒适阅读电子书哎，帮助睡眠，不是说叫你看手机就打瞌睡的，不是的。你看有下载有安装刚刚有开启过了，可以按那个手机正下方那个叫语音助理，按2、3秒OK Google， 请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它就会真的呢连接到 Google Play 网站呢，哎，好厉害呀！然后按麦克风，这个怎么被遮住了呢？这个就是一个程式叫做随处翻译啊。随处翻译它专门针对这个荧幕出现的字要把它翻译啊。比如说你看到那个韩文，要知道它是什么中文，就用这个叫随处翻译啊。你看还可以选那个文字耶，看你要选成韩文还是选成日文。好厉害呀！翻译引擎，这么多种翻译引擎。还有只有文字辨识，好厉害啊！现在喇叭的位置被控制了，哎呀，没有办法做事要把它拉走。荧幕朗读，你看按喇叭说荧幕朗读，就出现这些了。你看刚刚有随处翻译，那个叫荧幕翻译啊，还有手荧幕的，荧幕手，还有直读中文的在这里看到了蓝光过滤器的，蓝光过滤器可以关荧幕的，还有大声朗读的呢。网页文字朗读发音呢已经安装了，文字朗读发音 T2S 就是 Text to Speech， 文字变朗读声音好棒啊，厉害！文字朗读发音，还有朗文报读报了嘞，优秀优秀。广东话、普通话的流利大声朗读呢，优秀优秀。有的网页可以把粤语字典都可以念出来。荧幕上网页上就有个按钮，朗读的按钮，把那个朗读按下去，它就会念了广东话的呢。然后这里有语音文字互转，语音转文字，文字转语音，好厉害呀！哎呀，要在网络下使用，不然就没有办法操作。还有仓颉速成字典雅婷逐字稿有下载安装了，还有译音字库好用心那个闽南语的也可以做闽南语音字库的制作手机程式 APP 内容真多学习的、娱乐的、工具的文字声音转换的、保护眼睛的、养生的工作工具的、文书处理的、影像处理的、网页处理的、影片处理的还有设定闹钟的呢，可能还有你看手电筒好多种内容。还有大声朗读的呢，你看就会跑那些，都是跑那些引诱人的，有欠缺，有空虚就会需要，还是小心不要被迷惑了。
知足常乐吧，不要好奇特，要付出代价的，奇奇怪怪是要付出代价的。朗读方法，打开朗读内容的 APP， 在朗读的文本任意位置长按弹出快捷栏，点选选择全选复制，点击播放按钮。那个够厉害哦！点击启动按钮，打开想要朗读内容的 APP。在需要朗读的文本要任意位置长按弹出快捷栏。好厉害，会这样设计。选择全选复制，点击播放按钮，三角形按钮就可以开始播放。大声朗读也可以朗读，然后那个三角播放键长按几秒还会产生红点，那个就是可以录音了，就把文件录成文字档录成声音档。好像叫 OGG 声音档，也可以转成 MP3， 也有的程式可以直接输出成 MP3 的声音档还有速度也可以调整，好厉害呀！新浮窗都是要这个允许覆盖其他应用程式，好多程式都是要这样的。这个啦，蓝光过滤器，你看，蓝光过滤器保护眼睛有的怕说那个晚上进入房间里面容易打瞌睡灯开了以后容易打瞌睡，为了要防止这个现象，说要开灯以前先念嗡啊吽，嗡嘛你边边放那个嗡，然后把阿嬷那个吽就是口字旁一个鸟，那个六字大明咒那个吽，就3个字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麻烦都会有广告还可以设置定时时间呢。可以暂停几秒进行软件安装好优秀，很聪明会设计这个。